知大家有冇諗過全球暖化可以被逆轉呢？大家好，我哋係嚟自保良局董玉體中學嘅學生，而我哋嘅作品就叫《早日綠化》。眾所周知，人類每分每刻都製造好多溫室氣體，例如二氧化碳同埋甲烷。呢一啲溫室氣體都會造成溫室效應，從而加劇全球暖化。其中，香港喺2024年嘅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就高達3320萬公噸。有見及此，我哋就製造咗一部可以吸收二氧化碳嘅空氣淨化器啦。我哋發現原來藻類植物係可以快速咁樣進行光合作用，一日可以吸收大量嘅二氧化碳同埋製造氧氣。而藻類嘅優勢就在於佢哋佔地唔單止細，進行光合作用嘅速率仲高過其他普通樹木嘅50倍。所以我哋嘅機器就係利用呢一個純天然嘅藻類植物去淨化周圍嘅空氣。首先睇下我哋呢個設計，你會見到一個圓柱體嘅透明箱，入面裝住嘅就係藻類植物啦。上面有氣孔俾氣體自由出入，而主機就係安裝喺底下嘅。樽身裏邊有一啲 LED 嘅燈帶照住嗰棵藻類嘅植物，令到藻類嘅植物都可以不斷咁樣進行光合作用，從而吸收更加多嘅二氧化碳同埋製造更加多嘅氧氣。而燈帶嘅隔離就有一個 light sensor， 透過感測陽光嘅光芒就可以調節燈光嘅光度。好大陽光嘅時候，燈帶就可以唔使着太大嘅燈，而到咗夜晚嘅時候就會發出更加大嘅光啦。我哋仲加入咗 AI 嘅元素，訓練 API 系統去實時監測樽入邊嘅藻類。當發現有異常嘅時候，就即刻調節氣泵同埋燈帶嘅功率，令到樽入邊嘅環境變返穩定。我哋呢一個設計唔單止可以淨化空氣，加長咗10幾倍之後，仲可以作為路邊嘅燈柱，喺夜晚裏邊照明。如果呢個設計可以喺全香港嘅街道可以普及到1000支，每一年減少到嘅將會係580噸嘅二氧化碳排放量，係香港總排放量嘅7%。而未來我哋亦都可以喺系統入邊增設太陽能板，令機器可以完全自主運作，減少使用電力，令到設計更環保。多謝大家。